之前落大水后，规个屏东第7礼拜财损就超过1亿2千多万，风台又搁来了。高树乡农会除了呼吁农民会当收的赶紧收，嘛强调讲财损的补助会放力来认定，协助农民来渡过难关。这心拢土啊，这土伊就大大烂啊。 甲泡过水无效的往来摕互记者看，7月8大水雨才拄啊过，杨柳风台搁接伫尻川坡到位，伊暗算要放弃这片往来园啊，先厝叶啊塞困看卖，会使救偌济算偌济，因为原本种的拢泡水泡甲烂去，根本无再搁定种，而且定种风台若来，水搁淹起来，共款嘛是白了工。喂，因为未少啊，这规拢对啊。这拢无看往来啊。你看这大棵的茶会流落，看水偌大，即马风台过来嘛是搁改啊。这因为这桥伤细坑啊，水规个拢满过来。屏东县伫7月28大水雨，农损总额超过1亿2千多万，是全台湾影响上大的。尤其高树乡是北地乡镇，雨量累积上济，农民拢讲，今年风台7月吹着来，若搁带来西南气流，雨落袂停，规个影响着往来开花的时间，明年采收就搁爱前着。即马后一个风台可能过几工特别来啊，所以讲，因为阮即马嘛是拢趁好天的时阵啊，吼，阮着爱。 一寡杀菌的工课啦，吼一寡防台的生长期伊个往后延啊。因为阮7月8号开始延到7月28号，即马个台风来，伊是毋是个延落啊？伊一定会影响到阮的迄个蔬菜甲水果的生长的状况。屏东县政府伫今仔日有公告财政补助内容，毋过高树的农产品种类多，农会总干事希望政府申请补助的部分，会使开放全品项补助。 总干事嘛提醒民众，风台要来进前，农地有蠓舍的爱耕好收好，排水系统嘛爱注意有通无，尽量甲损害降到上低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